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6月15号，疫情的征战。今天我们的经文要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章10到31节，其中第10节这样说：弟兄姐妹们，我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说话要一致，不可分裂，要团结，有一致的想法，有共同的目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回应昨天一开始哥林多教会保罗所点出来教会的本质。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从这世界出来的，而当我们被呼召出来，我们是要跟神有一同的心志，要一心一意，要去使人可以得着这个被拯救的福音。但是哥林多的教会所面对的冲突却是不靠主坚固，反而是分裂跟结党的。保罗从知道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之后，他就说，你们不要说你们是属谁，你们不要说是属我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我为你们施洗吗？除了这几个我也不记得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是谁为我施洗，也不要说是谁差我的，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基督差我，我们原不是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反观我们现在的环境呢？神其实早就预备了够用的恩典，他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疫情真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来面对的，因为有太多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而现在正在经历的。而我们的主要我们被神呼召的我们，一群属神儿女的教会，我们不要再分彼此，而是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因为神所赐的智慧跟这世上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是使人在这个世代中，在这困境当中，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可以因着神的爱，使我们在关系中，在家庭中，在教会，在工作，在许多需要福音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来改变。也就是这接下来的这一段的经文，说出了属基督的智慧跟能力，跟这世上的愚拙跟软弱那个对比是什么？也就是福音它是可以上下来翻转的，因为这世上的人看不起的，神却不是这样看。保罗所传达的这个道理或真理或许世人看为是愚拙的，但是神看为不是这样。亲爱弟兄姐妹，神的愚昧却是比人所聪明的哦，这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属神的教会，我们应该得着的是神真正的智慧。神所拣选的这个智慧我们要，因为只有这个智慧是使我们可以在这个疫情动荡毁灭性的这样子的灾害当中，我们却能够得着拯救。我们没有什么自夸的，我们可以夸的只有指着主来夸口。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的就是这一口气在。若赐生命气息的主把我们收回，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每一天能够好好的呼吸，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因着主的救恩，我们
也活出这样的救恩，使身边的人也得着那个拯救。我们没有夸口的，我们能够夸口的只有主。主是让我们可以信赖的主。愿我们凭着主给我们的智慧能力以及对人的尊重，我们在这世代可以活出从神来的盼望，好不好？我们谦卑到自己面前，我们来跟神求神的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明白生命中如果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就当夸耀你的作为。求你帮助我在各种的挑战和试探中能活出荣升益人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我们今天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使人能够得着这个福音，可以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我们明天见。